禮賢會幼稚園第57屆嘅畢業典禮，我好高興能夠參與其中，同大家分享呢個咁開心嘅時刻。大埔禮賢會幼稚園係由中華基督教禮賢會大埔堂喺1956年開辦嘅，至今已經差唔多接近60年，一直係本住基督博愛嘅精神，致力為大埔區嘅兒童提供愉快嘅學習環境同埋優質嘅學前教育。喺呢一度，我衷心感謝大埔禮賢會幼稚園喺過去50多年以嚟對教育嘅貢獻，並祝願學校繼往開來，繼續為幼兒園教育發光發亮，造福大埔區莘莘學子。喺呢一個咁特別嘅日子裏面，我希望同各位家長同埋各位同學分享一個故事。從前有兩位兄妹係以種粟米為生嘅，有一日閒話家常嘅時候，就講到種粟米嘅技巧，繼而互相較量，比較下邊一個種粟米嘅本領更加高。咁兩兄妹咧就嚟一次比賽，睇下邊一個種出嚟嘅粟米咧比較甜美。哥哥咧為咗贏得呢一次比賽嘅時候咧，連日嚟絞盡腦汁。佢想到，既然要種出嚟嘅粟米係要甘甜無比嘅，最好嘅方法梗係用一啲甜美嘅粟米汁去灌溉自己嘅粟米田。相信咧有粟米汁嘅滋潤，得到良好嘅收穫。至於妹妹咧就好似平時一樣，只係努力耕地、除草、施肥、淋水嘅啫，按住粟米成長嘅階段，俾到適當嘅照顧。收成嘅日子好快到啦，大家估一估兩兄妹粟米嘅收成點樣呢？哥哥嘅粟米慢慢變得又乾又瘦，最後咧都枯萎晒。而妹妹嘅粟米咧，卻係一天一天咁茂盛咁起來。最後妹妹嘅粟米咧得到大豐收添。故事講到呢一度，相信大家都會明白點解兩兄妹都係悉心咁照顧自己嘅粟米，但係結果咧卻係截然不同嘅係。我哋睇翻哥哥，佢係以自己為出發點，以為咧粟米汁能夠加添粟米嘅甜味，冇諗到粟米成長實際嘅需要係邊一度。結果就我哋成日講嘅揠苗助長，欲速不達。相反，妹妹照顧粟米成功嘅關鍵係在於知道粟米喺唔同嘅階段嘅時候嘅需要，加以栽培同埋照顧，所以咧佢種嘅粟米能夠茁壯成長。呢一個亦都係大埔禮賢會幼稚園辦學嘅理念。學校隨住兒童喺唔同階段成長嘅需要咧，提供